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以赛亚书24章第1节到16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。主题是主所爱。上帝判断人一生的行为，结果就是两个极端嘛。一个就是领受恩福，另外一个就是领受惩罚。先知以赛亚的时期是以色列分为南北国，他也目睹了以色列国被灭绝于亚述，见证了上帝的惩罚。以赛亚书第24章第1节到16节经文这样说道：主要毁灭大地，使它荒凉，他要翻转土地，驱散人民，无论祭司或人民，奴隶或是主人，购买的或是贩卖的，债主与债户，贫穷或是所富足的，个个都要遭遇到同样的命运。土地荒芜，一点出产都没有。上帝这样宣布了。上帝赐给土地贫瘠枯干，整个世界衰败，地都要虚空。上帝的子民不再遵守法律，违反了他所立永远的约，玷污了他们所住的土地。因此上帝做主这地，使他衰败，人民付出他们所应该做的代价，存活的人越来越少，葡萄藤枯干，酒也稀少，欢乐城变为哀伤。琴鼓都停止了，欢乐的声音也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人饮酒作乐，没有人尝到酒的甘甜。城里一片混乱，家家户户上了锁，生怕闯入大门。有人在街道嚷着要酒喝，欢乐消失，上帝的乐趣声却索然，城墙倒塌，城门摧毁。世上列国都会有同样的遭遇，好像收成的末期，橄榄树上没有橄榄，葡萄树上没有葡萄，劫后余生的人要快乐唱歌。西方的报道要来报道上主的大作为，东方的人要颂赞他，住在海边的人要赞美他。以色列的上帝所说的。从世界遥远的角落，我们听见了赞美公义之国以色列的歌声。保罗劝导这个初代教会基督徒应当做一个让上帝欢喜的人，因为基督生活的品质是以见证上主的作为并荣光来给予锋利。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，帖撒罗尼迦第4章第1节到12节经文这样提到：末了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已经从我学到了怎样生活上讨上帝的欢喜。其实你们一向都这样做，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勉你们，要求你们必须要更加努力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教导你们的是什么？上帝的旨意乃是要你们圣洁，绝对没有淫乱的事。每一个人都晓得按照圣经圣洁合宜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而不是凭着愤怒像不认识上帝的异教徒这样。在这上面不可有对不起同道或是占他便宜的行为，因我已经向你们说过，尽管警告过你们，主一定要惩罚那些犯这种过错的人。上帝选召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污秽
而是要让我们圣洁。所以那拒绝这个教导的不是拒绝，而是拒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。关于彼此相爱的事，我用不着写信来跟你们讨论。上帝已经教导你们怎么样爱彼此相爱，而你们也照着这教导对全马其顿所有的信徒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仍然劝你们更加努力。立志安分守己，亲手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计，正如我们从前劝勉你们的，好使你们在得到信徒的尊敬，也不用找依赖别人的功绩。是的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诗篇21篇，上主说：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，你因你所赐的胜利来快乐。你成全了他的心愿，他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你赐给他无穷无尽的幸福，把金冠纠冕加在他手上。他向你求寿，你就赐给他，使他长寿无疆。因为你的帮助得到了大荣耀，你骂给他光荣，然尊严。然而你知道，给他鸿福永无穷尽。你的同在使他充满喜乐。君王信靠上主，因为至高者的慈爱，他的王权永固。君王要搜捕他一切的仇敌，他要在俘虏憎恨的人当中出现的时候，他像一阵热火烧毁他们。上帝要在震怒当中吞灭他们，怒火要烧尽他们。君王要毁灭他们的子孙，他要再杀戮他的后裔。他们阴谋危害他，却不能成功。他要拉弓茅塞，使他们掉头逃跑。上主啊，愿出你的力量。我们要赞美歌颂你的大能。恳求慈爱的主教导我们学习与主更为亲近，更愿意遵从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无论求什么，都是为上帝而做，为求祝福让属上帝来欢喜而来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